刚开始也没有这样的预设一个目标，可是当你踏出去、走出去之后，你真的觉得每个国家、每个自己的文化是这么的重要。一定要融入现代舞才叫创新嘛。那我自己还是很挣扎，可是我想每次有这样犹疑的时候，我一回想到在国外观众起立为你鼓掌，然后告诉你台湾真的太棒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要坚持。现在我都可以昂首阔步在国外，我说我们的东西是独特的，我们的东西是台湾的。用也要在上映以前就会多掉点身体接受此言的洗礼，因为记得知要出餐包唔会难，不过希望向下吹嘅你听，就听出个长久将所在打开盛虹的热。你自50嘅团员就会用独嘅声音，让台湾嘅家乡民俗推向国际，韩文这家变做舞台风亲江嘅用业的。行道岭，有几多个海水无行道岭，有命多个好爸无行道岭，有看到个长山无，有看到北风上岸个小山行道岭。